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1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后什么新闻重点。受到低压带影响，嘉义漳落大水后，真侪所在水泵山有商家违体放在伫土井内底，中昼才找到。台北市内底有公寓塌落去，经过技术工会鉴定安全无问题个，附近176户民众已经当登去处理。淡江大厦伫早起6点49分伫滨江旭海成功发射淡江大厦第2期科学研究的探空火箭。新闻一开始来看，受到低压带影响嘉义漳落大水后，有真侪所在淹水，各水泵山水上乡的永清2号桥附近的道路，都因为溪水涨起来，有真侪台车掉伫路面哦，佮有2个老大人未护照不幸过往。另外，竹徛乡嘛因为落大雨，水泵山有人厝里有丧事，本地今仔要出山，结果昨拄到水泵山违体放带伫土井内底，中昼已经找到了。箱仔车停伫路边，车顶车内拢是绿公膜，可见真济淹水淹偌深。嘉义车站受低压带影响落大雨，水上乡永庆2号桥往台82道路，互倒灌的溪水淹去，造成15台车受困，其中1台箱仔车车内1男1女的长者，疑似走袂赴，互大水淹死。那我们现在还是要请消防人再次的清理整个这个受困的2侧的范围，在怕说有些可能是不是从车子脱离之后要自行出来，可能有一个不小心的状况。现场在透早扭起封锁线，后续检警的厘清详细死因。永庆2号桥边仔的车栏溪中灌倒灌，唔哪造成民众受困淹死。附近的工厂徛架嘛淹水，车站暗时水淹到腰部，家具、家电、甲机械等设备全部因为浸水歹去，东倒西歪。差不多几千万的啊！哦，千外万的啦，千外万的啊！哇，这摆就差没了对啊！哎呀，对啊，这摆就唔知要安怎。抽水站我都觉得说他应该再换地方，不然就昨天自然是规个拢满起来，巴老料规个拢满起来了，你要过一边要去启动，其实都有风险。怪手顶大型机具透早伫竹徛乡文峰村开挖，好大雨引发土石流，伫车站暗时冲入去文峰村10几户的徛家，其中1户在要出山的商家违体嘛，互土石流引起。透早国军嘛到现场协助清理，希望赶紧替商家找到违体。昨暝吼，伫遮清到2、3点吼，还佫找袂到大体。咱吼即马吼继续搁咧进行，继续找。这算讲几百年来毋捌发生的代志。大雨造成嘉义1半以上的地区有淹水、土石流、崩山甲木造的厝倒落等灾情，各灾区透早拢乱七八糟，考虑救灾甲整理拢爱时间。嘉义县11停班停课1天，互民众有较充足的时间会使整理。记者嘉义报道。再来看。昨因为受到低压带影响南部地区是闪大水雨，各地嘛出现灾情。气象局表示讲，今仔日低压带已经减弱了，各地天气恢复稳定。也毋过山区嘛是爱注意过道的闪雷公雨。未来1礼拜嘛是差不多的情况。南部地区昨闪大雨，云林、嘉义、台南侪所在出现淹水、水泵山等等的灾情。我快水顶落来，到遐我水门紧流落来。嘉义昨伫3点钟内累积雨量有到249毫米，台南地区24点钟的雨量也有到342毫米。中央气象局表示，主要是受到低压带影响，对流较旺，才会伫短时间内落这么大的晴空雨。主要在嘉义、台南一带是有个低压在这附近因此它的对流云系在低压影响的情况是比较旺盛的。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低压附近就比较容易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影响台湾的低压云系今仔日已经减弱，所以今仔早起各地天气拢是侪云到好天。但是各地山区过道会落雷公雨，尤其是花莲、台东和中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也那拜1到拜5，大部分地区天气算稳定，但是过道开向雷公雨，尤其是南部山区雨会较大。其实从周1到周5呢，大部分都是午后雷阵雨影响的天气为主。周2、周3的时候，其实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还是会让南部地区、南部近山区有一些较大的雨势出现。那到了周4、周5的时候，午后雷阵雨会相对的缓一点。不过，其实我们台湾东边呢，还是有一些水汽在逼近，所以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在周4、周5的时候，不定时还有一些零星降雨的趋势。另外，气象局嘛讲，到8个礼拜，因为透南风会带水汽入来各地落雨，民众出门要是会记得早雨满雨伞。虽然目前咱附近也无热带系统发展的情形，不过气象局提醒秋天要是有可能有风台，还可继续观察未来气象发展。记者卢尚如、林旭凯台北报道。
再来看台北市大地路有公寓塌落去，附近的住户嘛先撤离。市政府当时表示讲，技术工会鉴定确定讲安全无问题，所以附近176户民众会当登去处理咯。市长蒋万安嘛下令讲，要清查台北市184个工地。拖行李箱搬大包细包，透早陆续有住户载行李转去。北市大地民家厝，初7因为基泰警按时间无设立煞下陷，4个位住户有风险退离。市府初7宣布，经过技术工会鉴定安全，176户居民会当转去。我请半天，我是被扩大那个撤离的，还是稍微会有点担心啊。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刚回来而已，对，所以就是要真的入住之后才能够确定。家里的状况，你自己初步看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铁门变形这样子，会担心哦，对，还会担心他们的地基都松动了。目前回来的是38户，数量不是很多，因此我们会在近期召开一个说明会，由我们的技师工会来对所有的住户有疑虑的住户来说明他们整个检测的结果。部分民众表示，也是会有淡薄仔烦恼。要付起大楼的住户转去，也毋过因为危险性悬，无法度进入，只会当伫外口看家园的状况。我去上班回来房子就这样了，我太太从里面逃出来，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一只手机，带2个小朋友跑出来。对，然后逃出来的时候，那个整个大楼还发出那种奇怪的爆裂声。市长蒋万安透早主持跨局处会议，下令即日起。甲4大工会同齐进行全市184个工地清查，另外 SOP 检讨，无论是损人处理规则，还是其他需要检视的法令规定，也要求立法局随检讨提出具体方案。今天开始，台北市政府就会和4大工会务必针对184个工地进行全面清查，尤其是基泰建设和福益营造的工地彻底清查。有关第2波假扣押针对25户受灾户的部分，市府今仔日也会正式完成书面递状。另外，住户关心真悬的担保金会由市府专业支付。记者综合报道。基泰建设为伫大直街建案，因为乌地下室造成边仔的公寓塌落去。因为基泰建设是上重市公司，所以证交所早起嘛派人去查基泰建设的效。市员王世坚第2军早起嘛去台北地检署，告基泰建设的头家涉嫌未遂。上发组进进出出费用人员也无用送回，这是台北市的形容路。造成面体塌落去的基泰建设总公司就伫这栋大楼10楼，证交所21派人靠基泰公司进行雷控实地查核。市员王世坚第2军也伫早起到庭去北检，加告基泰负责人涉嫌未遂。他不考虑已经观测到的数字，竟然要求工地加紧施工，所以你们就开挖了，完全站在你个人利益、公司利益在考量。王世坚表示，为检测资料判断，基泰大地伫连续壁施作了后，保养期间都已经出现监测数据无正常，基泰议员选择继续挖。附近的主体早伫8个月到4个定前表示，住所因为基泰动工造成大门歪去，壁必开漏水顶，想要到台北市都法局煞回答。就会勘的目的地，无危害公共安全记录。建筑工地应继续施工，本局无列管。这和这建案附近建筑物拢落落去，影响400多人有厝所无法度转去的情形。事实上，基泰伫事发了后发赔本金予受灾户的同时，也一并发合作兴建意向书。条件包含旧建物重启一边换一边，搁负责地下平面停车位，暗号引起外界质疑。意向书的文字不清楚，未来一定会出现问题。我们的这个房子它是属于公设比很低的部分，那如果新成屋是不是又要加公设比进去呢？所以我觉得这都还没有写得非常清楚的状况之下，基泰不应该用这样子的一个合约去来跟住户谈。刘彩辉认为，在现代建筑公设较未到做35%起跳情形之下，那用虚平来算，受灾户要维持原来居住坪数，差不多拢爱搁另外补价差。安尼无清无楚的兴建的意向书，实在互人怀疑非常的生气。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彰化市的江水路，伫6当前有假使业者要设一个抗假使的仓库，也毋过民众反对，业者嘛甲县政府拍官司，官司拍4档，最高法院最近是判业者胜诉确定哦。业者最近嘛准备要个动工咯，今仔就有上百个住伫附近的民众有布条抗议，业者是表示讲，因会继续甲民众沟通。守护家园，守护家园，抗争到底，抗争到底。有真百的民众去彰化市江水路207巷有布条抗议，反对伫遮设立假使勇气的仓库。这个仓库正式的名叫做启动卡液化石油气勇气储存室，面积差不多100平方公尺。2017年，假使业者就捌向县府申请建造，不过因为在地民众强烈反对这个案件，就安尼无消息去。过6年了后，即嘛搁要施工，引起在地居民的不满，搁一届来抗议。咱这现有的道路拢是5米，搁拢挖角，是安会使通过？这是县府对百姓一种的侮辱甲欺负。为何咱县政府会遮快速？为着这件遮快速，吼所以伫遮邀请吼咱县政府以及有关单位咱向咱的乡亲做一个彻底的说明清楚安尼。民众批评讲，以特种建筑法的规定，车路需要8公尺宽，不过巷仔的入口敢若有5公尺，是安怎县府会通过抢上建造？彰化县府讲，这个建案伫2017年合法建造，而且通过消防督察审查，不过因为使用甲原地核准的项目无符合，所以下令停工，保证停事。过当年业者不服，提起行政诉讼。2022年最高行政法院判县府败诉确定。呼吁业者就要赶紧出面，甲居民沟通。经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业者胜诉，那所以他目前业者的状况是还在施工中，还尚未向县府提出竣工查验。那这部分我们县府还是呼吁业者要出面跟附近的居民来做沟通的。我们会持续沟通，会持续施出善意，但是因为那天领我带头的人说我们是要做那个分装厂，其实不是，我们就单纯的一个厨具室，只是就是算是一个转运站啦。业者强调讲，要办理地方的说明会，还有参观其他石油气、氧气储存室。不过民众报名意愿无悬，所以会持续沟通。也若当地民众强调讲会拼死来抗争。彰化县消防局表示，依法消防通道都要保持3公尺半以上的宽度。江水路207巷，让过了后，上下所在是4.2公尺宽，有符合法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长林志标甲县政府官员的备案，今仔个在召开听书准备庭。林志标律师是质疑讲检方不当取得证据，声称讲要勘验70多份真实的记录，传唤50多个证人哦。我家是认为律师的目的是拖时间。林志标在开庭进前接受访问，嘛批评检方办案伤害到无辜的公务人员。请到法庭，宜兰县长林志标一行落车，马上接受采访，指控检方用一通无实在电话，恶意到互无辜的公职人员受伤害，甚至透过长时间的审问，目的就是要打压伊。错误的电话，像伤害到我们这些无辜的我们的公务人员。林志标强调，检方是无正当审问，被告律师团支持检方已经申请勘验70多份电信公点，佮提出传唤50多个证人，因为勘验证据加审问证人的数量真大。法院11开始到10月23下晡节开庭书准备庭，外加解读，这是被告律师拖延证词要互官司在无证期内定险。总共有13次的这个庭期啊。那主要就是因为辩护人、被告的辩护人这一边呢，要求要勘验廉政署或是检察官那边的一个讯问笔录的内容。今年去年针对宜兰县政府发动2摆搜查专案，定结了林志标被以贪渎特殊洗钱甲非资本所等罪嫌起诉，伊属囝林叶玲甲14个县府官员也涉案，11也告法庭。那林志标一审被判有罪，会被暂时停职。出庭已经向县政府请假，后续定期是毋是继续请假到法院，影响县政推动，值得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搁这新闻来看，摩洛岛大地震造成2000多个人不幸过往，48点钟来是救人的黄金时间，也毋过目前阁无传出什么好消息，获到的大部分拢是尸体。咱个外交部嘛宣布讲要捐50万块的美金来协助中建。
尽量愈恶愈深，等待的加速，希望敢若愈来愈细。当尸体被搬载时阵，靠甲唔知影人。另外，伫三宝迄边看到有人伫咧替亲人办葬礼，希望死者立土为安。摩洛哥遭受到60几年来上严重的地震，真侪人困伫咧路边已经困3天啊，无水也无通食。لا مسؤولين يطلعوا علينا لا احد يجي يقدموا لنا مساعدات ليعاونونا شويه 国际红会讲，地震了24到48点钟过是抢救性命黄金时间，最到伫咧南部的灾区就救出1个人。不过目前评估时间愈拖愈长，死亡的人数恐惊还会增加。像离地震震央无偌远的塔菲加特村附近的阿米兹村，强要规个拢变做平地，一座清净寺倒去，真侪农村社区的路，和绑来拖石冻掉的无法度过，救援人员也真歹入去。当救援物资送到位时阵，灾民拢受钱抢。Tout ce qui nous manque, que du pain. Maintenant, ils sont en train de nous installer pour faire du pain et de l'eau et de l'électricité. 国际救援组织讲，摩洛哥政府并无亲像年初的土耳其叙利亚大地震。在发生几点钟久了，就向外要求援助。摩洛哥内政部长是讲，现阶段已经接受包括来自西班牙、卡达、英国、甲阿联的救援队入境。当局讲，将会定期评估需求，强调若是无好好协调，恐惊无法度发挥效果。这嘛是先搜救，也正在咧安排物资安置这寡分流的任务。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伫印度的 G20 峰会开煞了后，就去越南访问，嘛甲越南签署协定，甲美国甲越南的外交关系提升到相关层级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拜登嘛正式讲，伫印度甲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见面。拜登是强调讲，中国目前家己国内的经济是真困难哦，应该无啥物能力伫这个时阵拍台湾。结束印度G20高峰会行程，美国总统拜登马上坐空军1号去越南赴台，甲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談，佮簽署協定，將兩國外交關係提升到最高級別的全面戰略合作友好關係。Having India cooperate much mor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 clos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Vietnam being close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s not about containing China. It's about having a stable base in the Indo-Pacific. 为1995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拢把访问越南，不过越南过去只甲俄国、印度、南韩甲中国建立相关级别的友好关系。越南一直拢是甲中国在南海主权争议态度上强的国家之一。分析认为，美国会扩大抗衡中国，做一个有甲中國有南海衝突的國家。Tôi và ngài Tổng thống Joe Biden đã thay mặt hai nước vừa quyết định thông qua tuyên bố chung nâng tầm quan hệ Việt Nam-Hoa Kỳ lên đối tác chiến lược toàn diện vì hòa bình, hợp tác, phát triển bền vững. 拜登證實，在印度的G20期間，嘛甲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會面，討論穩定的議題。這是兩國將近10個月以來相關層級的會談。拜登認為，中國即馬正面臨經濟困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無用處理經濟問題，恐驚無能力引起衝突，或者是侵略台灣。We're not looking to decouple from China,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sell China material that would enhance their capacity to make more nuclear weapons, to engage in defense activities. 雖然強調無阻止、無脫鈎，也樂見中國照規範歡迎發展，不過佢透過外交行動，甲越南建立全面戰略合作友好關係，顯示美國並無這意願為太平洋區域來退場。公視新聞鄧慧仁報道。來看台灣的地緣政治是真受到國際的關心。最近一場在台北舉辦的香格里拉高峰會，就邀請真濟國家的戰略學者、甲美中關係專家參加哦。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就表示講，伊正同意前總統馬英九的觀點，講若使台灣無積極要獨立哦，兩岸並無道理，無法度來維持現在的和平現狀。制裁、遏制、打壓，阻止不了中國發展。
只会增强中国自立自强、科技创新的决心和能力。传出美国对华为手机晶片展开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吴玲批评美国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在美中关系继续变动的时阵，香格里拉高峰会台北邀请真侪战略学者甲美中关系专家讨论台湾在地缘政治之下角色甲定位。I agree very much with President Ma Ying-jeou in his comments that if we have no de jure independence for Taipei and no use of force by Beijing, there's no reason we can't preserve this status quo. 那伊表示，美国有比中国更加强大的软实力，加强美国的威胁能力，是对想要甲中国保持友好，暗过无想要互中国机会国家的欢迎。展望未来10年，为了未看到中国行入西方式民主，美国学者密特是认为，台湾即卖国际情势，成功无将两岸导向冲突。Taiwan has had one of the most anomalous, unusual political situations as an unrecognized international state for the last few decades. 密特观察北京政府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好亲像有等号的现象，加上中国出现经济问题，所以两岸之间的和平对话是有可能。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的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的专案小组，其中有3个成员最近是伫媒体发表文章，批评讲这个小组到达是无啥成果哦，嘛批评执政党的态度是造成转型无进度的原因。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就指出讲，行政议会继续来收集各界的意见，卖来检讨。也毋过，伊嘛强调讲，目前是无要甲中正纪念堂拆掉的计划。无意拆除中正纪念堂厝顶，也是将堂体规个包起来，甚至将灯上钉落去涂骹底。这是民间3大协会发起的竞图展有性作品，提供为伫台北市中心43年的中正纪念堂多元的新设计。也毋过最近，行政院中正纪念堂转型推动专案小组成员吕玉、黄淑梅、叶凤玲联名投诉媒体，指出文化部开千万补助相关活动，却定位无清，而且专案小组到今拢无具体成果，批评执政党欠意志加能力，使得转型停滞。太慢了嘛！他在任8年，而且国会还都是占绝对优势的，都不能推动，如何去做？这完全要靠政治意志，不是用说的。对于小组成员的主席，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蔡总统真毋忙伫下任进前有所进展，也毋过也强调目前无规划拆除堂体。蔡总统也指示呢，希望在他的任内结束以前，在转型正义上要有所进展。关于中正纪念堂转型这件事情呢，确实我们有相当完整的这一个研议。那目前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所谓即将拆除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会继续透过各个管道呢来收集各方的意见。担任专案小组调集人的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对中正纪念堂的转型议题，目前有关伫咧甲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希望就可行方案找出上大的共识。也有告行政院当咧评估推动转型正义5法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本土 IC 晶片设计公司联发科宣布要甲台积电合作，要做3奈米的晶片。明年中就大量生产，明年的下半年就有使用3奈米晶片的手机上市。做晶片代工的台积电，甲设计 IC 的联发科两间大公司合作。昨日双方共同宣布，联发科头一个采用台积电3奈米的制程生产关卡的晶片，开发的进程真顺利。设计嘛已经定案，按算在2024年量产。联发科这时候呢找台积电下单3奈米，那代表呢它是继苹果以后台积电3奈米的第2个客户。虽然目前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也是一直在减少，按算今年规年出货量敢若剩差不多11亿机。不过手机的厂商也是推出新的产品。
核心处理器嘛伫创新。根据了解，台积电三纳米的制程，甲顶一代做比较，无论是逻辑密度或者是晶片的密度，拢有提升。伫同款的情形之下，运算的速度近18%。若是以同款的速度来做比较，消磨的晶片会当降低32%，是现出是上界先进的半导体制程。专家认为讲，联发科使用台积电的3纳米的晶片，未来当带动联邦的驱动晶片，甲封装业者的业绩，嘛对供应链的营运有利。联发科因为还是有台积电，那么以最先进的一个制程来进行量产，渴望呢持续维持，那么占有在全球第1大手机晶片业者的一个宝座，那么也期望来借此持续拉开跟其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差距。因为台积电稳定而且高品质的制造能力，和联发科 IC 设计的能力，伫台积电3纳米代表性的晶片，会当充分来展现，安全甲对手碰过，会当展开对决，甲高通的竞争有机会会当占赢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好消息咯！淡江大学伫早起6点49分，伫屏东的旭海成功发射淡江大学第2期科学研究的太空火箭。3、2、1，点火！国家太空中心指出讲，这届的发射本地是安排伫9月初3。也毋过因为拄到海葵风台，所以延期。这条火箭是以淡江1型做基础，本地伫实验室计算的目标是发射3.7公里远哦。也毋过实际上是发射4.2公里远。这届嘛是伫旭海成功发射的第4期火箭。国科会嘛望讲，透过计划会当来培养愈侪太空人才，推动台湾太空科技的发展。再来看，昨透早伫台中的高铁站附近，有民众看到一只石虎死伫大路边哦。专家是认为，这只石虎可能是伫台中白鸭溪附近活动的石虎族群。市政府嘛表示讲，会来看当地道路安全，看安怎来改善。这只石虎互人发现的时已经死去，头壳阁有卷起的血，敢若是互车辆弄死的。地点就伫咧台中高铁站边仔的高铁路2段，附近的民众讲，4个位啊拢是交通的重点，也是大楼。听到石虎伫遮出现，实在真罕见。毋捌，遮住做咧，阮个住附近遮。毋捌看嘿，因为我伫遮做1年将近1年啦，都毋捌看到有石虎啊。保育人员初步判断，这只石虎是公的，已经成年，体重大约是5公斤左右。这是第一摆伫台中乌日发现有石虎互人弄死。台中市农业局除了送去检验，嘛会甲相关的单位来讨论车路改善措施。会在后续请专家学者以及相关的专业团体进行调查以及研究，以确认该处是否为石虎的热点。专家表示，这只石虎敢若是伫找食的过程当中拄到意外才会死去。伊的出现嘛显示白鸭溪周围因为环境甲生态地的改善，已经有稳定的石虎族群，应该继续维护环境、改善交通，互生态地会当更较好。实际上，他很可能过去就利用这块觅食，只是他被撞死的时候，其实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会出来在这个地方。这个区域其实很多的私有地，所以如果我们要设置保护区，其实可能性是非常低的。那我们其实也会比较建议说，是以推动友善农业、改善栖地品质。专家表示，白鸭溪演化对石虎来讲，已经是常常咧使用的生态走廊，暂时无起动物通道的必要性。若准讲族群有继续扩大，可能会搁再出现族群溢出去的问题。保护生态地，减少人为的干扰，是目前上重要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又搁出现诈骗的新的手法，台北市一个30岁查甫人哦，伫面册社团破文讲，要甲伊的财客送人，也毋过要领用哦，爱先交13000块注预防社的费用。这个民众哦，狗仔是收到了，也毋过摕袂到注射的证明，所以嘛去告这个送狗仔的人诈欺。警方嘛发现讲，这个嫌犯哦，甲伊的财客送人，又去宠物店买另外一只狗仔，叫这个领用财客的人哦，甲钱汇互这间宠物店的头家，嘛害这个头家哦，真做是诈骗的口座。画面内底这只狗仔恰恰着，真有活力。主人为宠物店甲买转去，毋过是用诈骗来压榨钱来买。伫人面册社团破狗仔要送人饲的信息。原来，这个30岁姓陈的查甫人，之前捌开16000块买一只柴犬，饲半年了后无想要饲，就伫网络顶找新的主人。
约定收13,000块的疫苗费。不过受害者钱回归了后，甲狗仔带回去，说是讨无主疫苗证明，未像也无法度联络到对方。被害人发现领养的柴犬根本没有施打疫苗，认为遭诈，遂向警方提告，导致宠物店的账户遭设警示。除了民众被骗去，新北市永和这间宠物店嘛差一点变作是共犯，因为嫌犯搁伫遮买另外一只狗仔，3万2的费用干那付头期款，搁提供店头的口罩给受害者，尾款给受害者来拿。隶属店头的口罩摆变作是警示号。事情也都处理好，我们也在警方调查。伫网络的社团内底，有真侪动物伴要送人饲的资讯，就算初心是好的，要是真恶意防有心人软空芳，伫网络顶做动物非法的买卖。近年来算是蛮多见的，你会发现，这是品种犬，怎么可以用？怎么会让人家用领养的呢？对方就又告诉他说，我的领养费一只可能是3万块。对，就是有一点是借用领养的名义，但实际上做这个买卖的行为。动物法明定，动物伴的买卖，无论是实体或者是网络，拢爱有相关的许可，才会当做交易。不过以认养费、疫苗费的方式来收钱，并无违法。都惊有人用这种方式来包装，变作是假送市、真买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内头一个子宫头癌的疫苗不良反应，各卫生福利部的案例哦，怀疑是个判这原告胜诉，也毋过卫生福利部又个上诉。妇女团体甲立委早起是呼吁卫生福利部讲，救济本地就要放入标准，也爱因卖个上诉咯。讲起查某囝 Amber 承受的痛苦，和爸爸艰苦过自责，因为 Amber 伫108年高中2年迄年，自 HPV 子宫口癌疫苗了后，确诊是幼年型风湿关节炎，互外界叫做是痛痛女孩。迄当时申请有防注射受害救济，互驳回，后来佫提起行政诉讼。总算等到今年8月得到胜诉，也不过爸爸并无得到安慰，颠倒烦恼卫福部会继续上诉。我们的孩子中有人自残，有人卧轨，试图解脱这场噩梦。我不知道卫福部的长官们，你们知道吗？这些少数的人呢，应该被看到，而且被救济。妇女团体表示，痛痛女孩是自 HPV 疫苗了后发生不良反应，遭囡仔的情绪，目前已经接到30多件申诉，其中26位是11到16岁的青少年。当痛痛女孩向卫福部提出有防注射受害救济申诉时，审议小组多数都认定是不良事件，甲疫苗无关系，只有5件得到救济，甚至头一位痛痛女孩贝拉，法院2度协判胜诉了后，卫福部阁提起上诉，到达拢无结果。上诉了，我们赢了，他们是不是仍然要说我们？法官和法院不专业，我们医学才专业，我们这几个医生才专业，还是药厂才专业？法官在判决理由里面有讲了一些东西，其实会让以后的审议很难运作。立委甲妇女团体呼吁卫福部应该本着救济制度将款认定的精神，唔通阁上诉。那根据国健署统计，2018年到达提供各种女性 HPV。公费疫苗注射有62.1万人次注射，累计接到通报888件不良事件的通报，多数拢是注射的部位红肿、恶心等症状。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避免民众占用停车格，婚林的斗楼对今年4月开始收费，也毋过毋是请人开单收钱，是用数位还是手机来纳钱。对一寡老大人来讲因未晓使用，是真困扰所以嘛发帮讲，县政府嘛应该爱检讨改善。永贵到婚林斗楼市区停车位是真恶找，为着避免民众长时间占用车位，为今年4月开始，伫路边停车就要收钱。不过，民众要纳停车费，要透过手机的 App。对此，民众有无同的看法？然后 APP 有些连手机都不是很会用。干嘛？他无法度甲当同步啊？那别的县市他就ETC 扣款就很方便啦。是爱会当开放超商较方便啦。有民众讲，处理的时段伫斗楼市区停车了后，因为无用 App 纳钱，后来煞收到爱补纳的通知单。结果去4大超商也袂当补纳，造成困扰。斗楼市公所表示，若要伫超商纳停车费，
就要先由云林管府和侨商讲好支付的费率。谈呢，县府都还没有谈那个费率，你跟请厂商代收要给他一点费用嘛，对不对？那个是要县府去谈一下这个费率。对此，管府工务处表示，会要求客户厂商改善，减少民众入钱的无方便。也讲，虽然目前是以数位支付为主，不过停车格附近也拢有设置缴数现金的纳钱台啊，民众会当加利用，避免超过纳钱的期限。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再来看桃园的中立有里长互指控讲，甲买拍火器的钱吃掉。佮讲区公所已经证实讲有这回事，也毋过区公所是否认，里长嘛话冤枉哦，讲伊当初收到财产的登记，并无这批拍火器。后来是找到18支已经过期的拍火器，嘛依照报废的程序来处理。伫个内的群组内底，有人标出桃园中立有里长涉嫌甲卖火器的钱拢食去，还佫讲区公所已经有证实这件代志。一个做里长一个月要5万块，连里面救命的钱都拢要贪。毋过社区的里面大部分拢讲，并无听过这件代志，因为可能是派系斗争。目前我是没有听到的，我们合理怀疑，但我们必须要去小心求证。唔是这款人呢，阮这个社区有两派，啊嘛有一个证据，啊你无袂使冤枉人。是啊。针对民众质疑里长食钱的代志，区公所回应讲，根本就无接到投诉，嘛无证实这件代志。里长嘛话冤枉讲，伊接里长的时阵，财产登记典管并无这条，嘛根本唔知影有这批卖火器。目前已经找到18支相关的卖火器，以财产管理报废程序来处理。这怎么卖呢？这不能卖啊！你要回收，不能随便丢啊！就是他们去检举，我们去找到的。因为我财产里面没有啊，他这个是105年的，我们财产里面是2021年的。里长已将预期的灭火器先行取下，后续将请清洁队至里内清运。自清运完毕后，该里尚有未预期之灭火器可供里民使用。区公所表示，卖火器是依护里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务，以里办公处监管持有公有财物处理原则，嘛会请各里办公处随时清点卖火器甲财产使用的效能甲年限，而且嘛要好好保管财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海葵风台伫台东的东海花吹16架强阵风，东海花几10公里的行道树，大约300多丛拢倒去，市区嘛有上百丛的路树受到损害，高丛嘛拢总清出2000多栋的树仔咯。外界嘛质疑讲，这个树仔落当初拢是正月来种，所以无法度挡大风。公路局是表示讲，因会来检讨未来来改正本土的树种。海葵风台登陆的时阵，东海岸的风台雨是扫一个真正力，公路的树仔嘛吹到长去乌白飞。东海岸的公路为东河到成功沿线数十公里的车路，去有风扇倒去的树仔都挡伫路中央，影响通行。外界质疑讲，因过伫东海岸公路种真侪雨伞树是外来种，袂当咧透风。公路局台东工务单伫风灾了后做检讨，未来种的行道树要改造种本土种，而且会当咧透风。后续要去补植的部分，可能会倾向于比较适合种海岸林的这些，例如是台湾原生种的琼崖海棠等等，我们会列一个补植的一个对象。风灾了后，县府初步估计，台东县有上百万丛树仔受到损伤，到初十暗时为止，清理这倒去的树仔都有超过2000多栋。县府嘛伫咧检讨，未来种的树仔嘛要尽量以本土种为主，减少防灾树仔倒去去跌到车或者是电火条的灾情。尤其台风中心附近所有的山林啊，包括各式各样的树木，总共倒了将近数百万棵。那其中当然有很多外来种是银合欢。公路局台东工务单表示，目前东海岸公路还佫有部分倒去的树仔，按算要半个月才有法度清理好势。因若县府明年种树季，要送互民众的树栽，县府讲会考虑送树根发出来了后，会较用的树仔为主。记者综合报道。有8档历史的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之前因为战争无法度排练，后来恢复排练，嘛用音乐来安慰民众。全团79个人经过遥远的路途来到台湾要演出。因讲看到台湾人对因的支持甲热情，因是真感动。因嘛准备台湾的民谣《望春风》，要献给台湾民众。这
首《望春风》是台湾早期歌谣，这嘛是乌克兰交响乐团送给台湾民众礼物。头一摆来台湾演出乌克兰交响乐团，特别来到高雄开记者会，唔那准备《望春风》这首台湾的歌谣，指挥家佮传了全团79位成员来现场演奏乌克兰国歌。It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we received the music a few weeks before our trip, and it's really nice music. 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已有8年历史。去年煞因为战争暂停演奏活动，不过因有缘继续为偏南西的民众演奏。今年乐团来到台湾表演交流，嘛是希望会当传达乌克兰经济力量。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加欢迎。这一次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特别来到台湾，我们要也特别表达欢迎。跟支持的意思。Our people sitting and fighting now, and our relatives there, and many deaths, many victims, but our front here to introduce Ukraine in the world. 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对12到13连续3天，伫台北、台中甲高雄演出，以后嘛会到全世界巡回演出。希望透过音乐的力量来传达乌克兰人的坚定甲勇气。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美国棒球公开赛，塞尔维亚球王乔科维奇伫男子单打的决赛是连续赢3局，打败洛西亚选手梅迪维夫，摕到伊个人第24座大满贯的冠军。美国棒球公开赛爱士球场男子单打最后一回，俄罗斯名将梅迪维夫甲塞尔维亚乔科维奇的对决，奥斯卡影帝马修麦康纳也到场观战。乔科维奇下礼拜4世界排名就会重回第一。若是球赛乔科加手对决，这局梅迪维夫向前已经未负第一盘，乔科维奇6-3赢，两人第二盘战104分钟拢加艰难。乔科团体早就准备好14个胜利球衫，就是希望赢得冠军，收个人生涯第14座大满贯。双方伫底线对抽，乔科适度改变方向线已经小可疲劳，毋过伫强大压力之下，展现的能力，互现场观众赢棋。乔科雄雄加紧移动速度，梅迪维夫被迫调动，爱赶紧走动回应。乔科守伫底线，每一个回击拢加分。梅迪维夫上棒，乔科回击，梅迪维夫个压扣球，乔科拍出这真水球。第一盘拍到抢7，乔科7-6抢1城，盘数2-0领先。到第3盘，乔科回击，梅迪维夫拍到乔科正面家己绊倒。这时阵乔科状态已经真轻松，穿过网啊想要救梅迪维夫用手比这无代志，继续比赛。这场比赛乔科44败上棒，有84趴胜率，最后到冠军点。镜头顶悬的梅迪维夫回击挂棒，比赛结束。乔科1-3摕美国棒球公开赛男单冠军。Especially for my parents, giving a lot of sacrifice to support me to play. I love you. Thank you so much. 乔科抱回14座大满贯，约平欧洲女网传奇玛格丽特·寇特上回纪录，同款争做大满贯上侪球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日本的小燕真出名，东京都业者推出小燕的主题旅游，那会当伫餐厅真近看小燕的比赛，甲选手翕相，嘛会带游客去看小燕选手训练的场所。这是东京都白田区一间用趣味大肥小燕表演招人客餐厅，扛棒就叫做环光镜地牌。虽然场地规模不如每年举行大小燕的国际馆或者是体育馆，不过引进国际观赏，甚至甲选手斗阵翕相，互餐厅开播以来人是直通通。口コミとあとインスタグラムとあと結構 YouTuber の方、海外の YouTuber の方が撮影しに来てくださって、その方に紹介してもらってっていう形です。Alors j'ai beaucoup aimé, c'était assez impressionnant. On était très près des sumo, on a vraiment pu tout voir. Ils étaient vraiment nombreux, je ne m'attendais pas à ça. Et c'était très impressionnant et super intéressant à voir. 除了安尼餐厅参观小燕保护，也就是大小燕各地会员团体训练选手的所在，也同款是一定爱回行程。Because of travel was shut down almost for 3 years, especially even Japan almost 4 years. That it's opened up and it's like I can't have that for 3 years. Now I want it even more. It's sort of like they take away something
now is like more interested in it. And I would say most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know that Japan is different and have experienced like no other place. 大肥小县这种古老竞技，起源年代已经无法度稽考，发展到今仔日，除了日本本土的选手人才真多，也有不少外籍选手也真受欢迎。为一个人口比例真悬的美国夏威夷，甲同款流行小演的蒙古甚至欧亚高阶超正共和国，拢有袂歹成绩。公司新闻齐家珍报道。来看美国的西点军校伫5月份发现一个在地土里面200吨的鸭肉，学校专家用网络直播来拍开这鸭肉到底这鸭肉内底是装啥物？那么做伙来看卖。美国西点军校伫礼拜调集全校师生甲来宾，伫直播镜头之下，将正式开放这个在地涂骹底挖200年的时空揭幕馆。时间1分1秒过去，现场突然发出笑声，连开放的考古专家也忍不住笑起来。现场人士为直播荧幕拢看到鸭肉内底除了一寡鸭毛图，其他啥物拢无。开放专家也找其他人来协助敲进，唔敢相信眼前看到情形。 Didn't quite meet expectations. There is a layer of silt. That's what we were removing here that settled in the bottom. As I mentioned before, the bottom had bowed out. It appears to have been from moisture penetration. 200年前的时空揭幕馆内竟然无物件，互现场人士真失望。那西点祖先伫200年前大的时空揭幕馆，敢干那日军耍笑？负责的团队初步检判，受到土壤水分甲落雨等环境因素，造成鸭肉内底物品因为湿气渗透时间一久，就互侵蚀吧。If you get that water infiltration 200 years ago or 150 years ago, over time, it's going to break down, and after 200 years, you're left with dust pretty much. 西点军校团队进一步深入分析涂刷层，总算发现6个银角仔加一个纪念碑。银角仔年份包括1795年到126年，分别有美金的1分钱、5分钱、10分钱、25分钱、50分钱加1块美金，也有一个106年纽约州伊利温河的纪念碑。 Even if it didn't last, if whatever was in there didn't survive all the way to the present day, some effort was made. So we want to honor that, and we want to try to figure out what that was. 5月份，工人伫铁路促成西点军校建校，当时也是独立战争英雄。可是亚斯科当上的时，伫基座下面发现这个时空鸭肉，当上伫109年完工落成。历史专家推测，鸭肉真可能伫完工进程就封藏入去。 专家研判，鸭肉内底应该有文件、纸还是插头的物件，因为水分渗透煞来回顺。最近会采用机器扫描查验，一定要找出西点祖先伫时空揭幕馆留落来更较侪遗产甲信息。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罗西亚因为拍乌克兰受到西方国家的制裁哦，当地电影、电视产业嘛受到影响。 因为无法度去欧洲拍片哦，所以有真侪剧组改去罗西亚伫波罗的海一个第2届世界大战时德国的领土来代替欧洲的场景哦。咱嘛做伙来看卖。苏联红军甲纳粹战斗闹热滚滚，闹过德斯基亚路较长伫镜头前精准重现之前的气氛。这是俄罗斯伫波罗的海边甲本土无连接的飞地加里宁格勒。 东普鲁士风格建筑正做欧盟抵制之下，俄罗斯剧组翕进一个欧洲场景的替代地点。 Калинингра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 – это вот такой кусочек Европы, который нам сейчас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доступен, потому что Европа сейчас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не очень нас рада видеть, вот. Ну а здесь мы закрываем такие, скажем так, города, как пригороды больших городов немецких или пригороды больших городов польских. 加里宁格勒伫波兰甲立陶宛之间的波罗的海沿岸，是俄罗斯伫欧洲唯一一个冬天未结冰的港口，有相当的军事战略地位。当地到1945年进前拢是德国领土，以前叫做克里斯堡。日耳曼建筑特点流传到即马，小名就是克里斯堡大教堂。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后，欧盟受安制裁，真侪无方便，依然无法度阻止俄罗斯导演制片去当地拍片，因为伫在地。 演员为相通，费用是卢布来付，甲出国比依然方便真济。Ситуация с съемками в Европе, она показала то, что гораздо удобнее снимать в Калининград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се то же самое, что раньше снималось. Посчитайте, из 12 месяцев у нас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нимается чуть ли не каждый месяц, снимается какой-то большой проект.
当局即马拍算阵用地理文化优势，计划大规模翻新扩大欧洲防备场景，甚至拍出波罗的海后来坞的名声，为旅游甲影视产业增加吸引力。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